弟兄姊妹平安，今日要幫大家講嘅題目係預備我、改變我、使用我。我哋可能常常會有咁樣一個祈禱，就係講願神嘅旨意成全，好似瑪利亞祈禱一樣，願你嘅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但係並唔係每一個人都會被上帝精選，就好似瑪利亞一樣。耶穌降生嘅嗰個年代，社會當中有咁多女仔，但點解被揀選嘅只有佢呢？而雅各有12個仔，點解上帝偏偏只係揀中約瑟可以成為埃及嘅宰相呢？相信喺佢哋嘅身上絕對有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整個約瑟故事當中最感人肺腑嘅一段，最讓人落淚嘅一幕，就係約瑟艱苦人生嘅旅程終告一個段落。佢青少年嘅時嘅夢，上帝旨意同埋計劃亦一步一步成就。從約瑟嘅自述中，我哋可以睇到上帝嘅旨意成就有3個過程，就係預備我、改變我同埋使用我。而呢3個過程當中，我哋睇到約瑟關鍵嘅回應就係順服上帝，破碎自己，操練生命，就係約瑟犧牲奉獻，使上帝嘅旨意而作為，透過約瑟嘅生命嚟到成全，亦都使約瑟成為12個弟兄當中非常特別蒙福嘅一個。我哋嘅生命唔單止單單要讓上帝賜福，唔只有好似亞比斯嘅祈禱，甚願你賜福於我，擴張我嘅境界，你嘅手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造應允他所求的。我哋亦應該有咁樣嘅祈禱：主啊，預備我，改變我，使用我。從前你哋嘅意思係要害我，但神嘅意思原是好嘅。約瑟嘅爸爸雅各死咗之後，哥哥們正驚到騰騰震。約瑟就對佢哋講：現在唔好因為把我埋到這裏而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嚟，為要保存生命。神差我在你們以先嚟，為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們嘅生命。幾個係幾高嘅眼光啊！呢個係幾高嘅眼光啊！我哋好多人應該都喜歡咁樣一句話：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嘅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㗎，高過喺人睇起嚟應該係更高明、更好嘅。但喺上帝睇起嚟，被出賣係高過，當奴隸係高過，被誣陷是高過，坐監係高過，被遺忘係高過。唉，我哋真係好難想象，同我哋想嘅係完全唔同嘅版本。我哋本來認為人生如果一帆風順、平步青雲，遇到貴人、天降神蹟先至係高過，但係卻發現上帝諗嘅、上帝所做嘅同我哋諗嘅係完全唔一樣㗎。而呢一切都係上帝預備約瑟嘅過程。約瑟如果係睇唔到上帝嘅旨意是係先準備佢仲唔可能講出上帝差我先，亦都唔可能講出從前你們嘅意思是要害我，但神嘅意思原是好嘅，要保存許多人嘅生命，成就今日嘅光景。或者我哋家陣所處嘅境遇，就似係喺約瑟同埋佢嘅兄弟相認之前，充滿咗苦難同埋淚水。我哋冇辦法睇到神嘅旨意原係好嘅，我哋冇辦法相信係出於神，先讓我哋經歷呢一切睇起嚟苦難嘅嘢。但係因住約瑟親身嘅經歷，我哋可以試着去相信神同埋尋求神，讓自己好似約瑟一樣，
當行過一切艱苦嘅過程之後，我哋能夠講出神嘅意思原是好嘅，係幾咁重要而美好嘅祝福啊！被上帝精選之前嘅磨練，聖經當中不斷嘅記載，上帝要使用一個人之前，會先預備一個人嘅生命嘅例子。呢啲人嘅生命都係我哋羨慕嘅，亦都成為美好嘅見證。就好似神要預備摩西成為偉大嘅領袖，所以在好細嘅時候做佢屬於被追殺，所以佢差遣摩西用好奇特嘅方式先進入皇宮，先打發佢去到曠野，先至能夠讓摩西擁有皇族嘅知識同埋智慧。上帝讓摩西走過認賊作父、認敵為良嘅日子，但卻亦都讓摩西學曉並擁有管理與領導能力。再花40年嘅時間，讓摩西磨練出牧人心腸同埋曠野嘅生活能力。因為上帝早已知道摩西要承擔嘅重責大任，所以神就預先預備咗佢。同樣，上帝要預備大衛成為榮耀嘅君王，所以差大衛去牧羊，差佢去曠野，差佢逃亡，讓大衛經過幾十年嘅預備，成為榮耀嘅君王。神因預備以斯帖先被擄，被召進宮，先至能夠成為拯救猶太人嘅民族救星。而呢啲人能夠被上帝預備、被上帝重用嘅關鍵，都係當神差佢哋嘅時候，佢哋都以順服回應神。順服唔係被迫接受神嘅安排，而係相信係出於神嘅計劃，就存敬畏嘅心。人真正嘅順服唔係被強迫接受上帝嘅安排，而係處喺各樣惡劣嘅環境當中，佢哋仍舊願意相信係出於神嘅計劃，佢哋就存敬畏嘅心，順服喺神嘅良善之下，順服喺神嘅真理之下，順服喺神嘅引導同埋安排，並保守自己愛神嘅心志同心中嘅純正。順服唔係喺順境當中一帆風順當中，順服唔係做啱啱好係你喜歡嘅嘢，而係喺逆境當中面對你唔中意嘅嘢、唔想做嘅嘢，仍然願意相信神嘅旨意而去做，先至係真正嘅順服。因此喺約瑟同樣境遇當中，有幾多人仍然可以敬畏神呢？保守心中嘅純正呢？抵擋惡人，對人善良呢？但係約瑟對神嘅順服，並佢愛神、持守與神美好關係嘅努力，讓佢成為何等蒙福嘅人。今日如果上帝要差你去面對你所唔願意嘅人事物，係為咗預備你，咁就要以順服神嘅心志嚟回應神，你就必睇見神嘅旨意成就喺你嘅身上，睇見神嘅同在與祝福臨到你嘅生命當中。我哋所經過嘅每一段歷程，都係上帝為咗預備我哋成為佢重用嘅器皿。約瑟又對哥哥們講：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嘅父，做佢全家嘅主，並埃及全地嘅宰相。上帝讓約瑟所經歷過嘅每一個經歷，都係為咗預備約瑟成為神重用嘅器皿。所以神就必須預備約瑟，如同瓦器在窯缸當中必須把瓦器打碎先至重新塑造一樣。神預備我哋，就會進一步改變我哋。預備同改變可以講係連帶嘅關係。你預備讓生命成為點樣嘅人，你就必須透過真實嘅行動先去改變自己。上帝預備約瑟成為拯救民族嘅器皿，佢就必須改變約瑟嘅智慧、
使約瑟被塑造，擁有一個與宰相相稱嘅生命，而且係好嘅宰相嘅生命。上帝改變咗約瑟嘅身份，讓佢從奴隸成為宰相，改變咗約瑟，讓佢從爸爸嘅寶貝成為國家嘅領袖。約瑟改變嘅身份同埋生命，先至能夠真正被上帝大大使用，先至能夠祝福別人、影響別人，甚至去拯救別人。原來我哋嘅仇敵都可以係上帝用嚟祝福我哋嘅棋子。約瑟哥哥們同埋波提法嘅老婆對約瑟所做嘅，我哋睇咗都非常嘅嬲，甚至會懷疑神點解容許約瑟遭遇到咁悲慘嘅結局。但係當我哋睇到後來睇到後來嘅約瑟，就可能會感謝約瑟嘅哥哥們與波提法嘅老婆。我哋實在唔得唔講，原來連我哋嘅仇敵都可以係上帝用嚟祝福我哋嘅棋。聖經當中有好多類似嘅例子。當然我哋唔能夠講魔鬼或者仇敵係上帝嘅安排，但係魔鬼嘅詭計或者係敵人所做嘅一啲做法，卻無法高過上帝嘅作為，乃至魔鬼嘅攻擊、敵人嘅攻擊，最後都化成上帝對我哋嘅祝福。但關鍵嘅前提係，我哋必須企喺上帝呢一邊。我哋生命當中唔可能完全冇敵人，唔好急住求神將我哋嘅敵人攞開，因為上帝要喺我哋與敵人爭戰嘅過程當中嚟到幫助我哋，使我哋被磨練，使我哋被改變。上帝會透過苦難嚟到改變我哋，就好似約瑟一樣，佢被賣為奴，承受尊嚴與價值嘅被否定同埋傷害，佢亦都被陷害、被冤枉、被切生豬肉，承受人格與為人嘅否定同埋傷害。佢被遺忘，承受感情與心靈嘅傷害。但係上帝卻透過呢一啲嘅苦難，重新嘅去塑造佢，塑造約瑟嘅價值，唔係父親眼中，唔係兄弟眼中，更加唔係僱主嘅眼中，而係喺上帝眼中嘅價值。上帝嘅靈與約瑟同在，亦都重塑約瑟嘅心靈，唔係受傷嘅、受痕嘅、報復嘅，而係饒恕嘅、喜樂嘅、自由嘅、健康嘅心靈。聖經中幾乎所有被上帝重用與賜福嘅生命，都係經過好多嘅苦難，但係苦難之後嘅價值、榮耀、喜樂、滿足嘅生命，都係我哋用錢都唔帶到、都買唔到嘅祝福。亞伯拉罕、摩西、大衛、保羅等等，都係經過苦難嘅環境，被神嚟到操練、嚟到塑造、嚟到改變，然後而被神使用，被神賜福嘅生命。我哋可以祈禱神，讓我哋喺面對苦難嘅時候，唔係白白經過呢啲苦難，而係使我哋亦都可以被操練、被改變。上帝並唔希望我哋成為一個囤積恩典而唔懂付出嘅人。約瑟託哥哥對父親雅各話：我要在哪裏嚟到奉養你？因為還有5年嘅饑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屬並一切所有的都敗落了。真係老實講，約瑟可以單單供養父親就夠，因為生養愛佢嘅爸爸，或者加上一個便雅憫，佢實在冇必要為嗰啲當年將佢埋咗嘅哥哥負責。但約瑟願意照顧並奉養所有哥哥們嘅家人。約瑟唔記仇，佢唔計前息，並且願意為佢哋付出嘅心，相信就係上帝之所以揀選約瑟，使用約瑟嘅重要原因之一。上帝預備我哋，改變我哋，為嘅就係要使用我哋。但係能夠被神真正嘅使用，我哋就必須要操練自己，就好似耶穌一樣，有着願意去愛同埋犧牲並奉獻嘅心志。神並唔希望我哋成為一個
囤積恩典而唔懂得付出嘅人，讓我哋唔能夠操練自己嘅生命，成為一個願意奉獻犧牲嘅人。咁上帝點解要揀選我哋呢？上帝點解不斷嘅要賜福我哋呢？因為上帝就係俾我哋再多，亦不過只係為咗滿足我哋自己嘅享受。但係上帝願意揀選嗰啲懂得愛與分享、犧牲同埋奉獻嘅人，就好似約瑟一樣，上帝就俾佢更多，並不會因為佢所擁有嘅一切都係因為受苦與努力換嚟嘅，而唔俾佢哥哥們白白享受佢多年所得嘅。約瑟嗰種愛與分享嘅態度，正係上帝希望我哋操練犧牲同埋奉獻嘅心態度量。我哋都想進一步登天或者得到神更多嘅恩典，但卻好少人願意被預備、被改變、被操練。我哋諗一諗，如果當年上帝差派使者到雅各嘅屋企問，邊個願意被神使用啊？相信所有兒子們都應該會好想被神揀選同埋使用。但如果上帝開出被使用嘅條件係，神會先把你埋咗，然後當奴隸一段嘅時間，然後會讓你被冤枉、被砌生豬肉，再被關入監牢裏邊好多年，又會被人遺忘你嘅好，讓你經歷壓力、挫折，經歷心碎、眼淚同埋逼迫。但如果要經過13年嘅時間，最後仲要係你無條件成為其他人嘅祝福，甚至犧牲與奉獻你手中所擁有嘅豐富去祝福你嘅敵人。唔知道有邊個願意報名應徵讓神使用呢？我哋都好想一步登天，過着更好嘅日子，我係等到神更多恩典，但係卻好少人願意被預備、被改變、被操練，且願意透過犧牲與奉獻成為神所使用嘅器皿。但係從約瑟嘅身上，我哋可以睇到佢嘅生命係真係有值得我哋借鏡同埋學習之處。一難怪約瑟可以成為神揀選同埋賜福嘅人。上帝唔單讓約瑟操練謙卑嘅生命，使佢不再係被父親高高嘅當金摩羅，亦都讓約瑟操練各樣嘅服侍，為要使佢將來能夠服侍人。約瑟嘅生命唔單止係被預備、被改變、被操練，先至使佢喺好多方面都顯出過人之處。約瑟被賣後嘅幾十年當中，約瑟因着屬靈嘅操練，先至使佢能夠正確嘅嚟到解夢；因着佢嘅品格被操練，先至使約瑟能以服眾；因着佢智慧嘅操練，使約瑟能夠勝任管理嘅職份；因着約瑟人際關係嘅操練，最後佢能夠領導一個外邦國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讓我哋能夠依靠神嘅智慧、神嘅恩典、神嘅同在，操練自己生命嘅品格，操練智慧，操練人際關係。當我哋走過呢一啲經歷之後，我哋就會變得唔一樣。好好捉住機會，操練自己嘅生命吧。我哋同心祈禱。愛我哋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多謝你因為你愛我哋，多謝你因為你讓我哋人生有好多唔同嘅經歷，有好嘅經歷，亦都有壞經歷。你使到特別我哋經歷呢啲壞經歷，甚至我哋覺得係魔鬼或者敵人喺我哋身上所做嘅嘢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會憤憤不平。但係其實卻係你容許呢一啲事情發生在我哋身上嘅時候，唔係你故意嘅，但係你容許呢啲事情發生在我哋身上，為的係要改變我哋，使用我哋，你要操練我哋，你要使我哋嘅生命再一樣。而喺呢一啲發生唔好嘅嘢在我哋身上嘅時候，你讓呢啲苦難、呢一啲嘅挫折、呢一啲嘅掙扎成為我哋生命嘅祝福，讓我哋能夠更好嘅被訓練、被磨練、而之後我哋能夠俾你更大嘅使用。如你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從你嘅視角、你眼光嚟到睇事情，以致我哋能夠睇到唔好嘅都係你俾我哋身上嘅磨練，以致成為我哋人生嘅祝福，亦都讓我哋能夠
成為別人嘅祝福。再次多謝你，我哋咁感恩祈禱，奉靠耶穌嘅名，阿門。為主賜福俾你，保護你，為主用佢面上嘅榮光照你，施恩於你，賜你同你一家平安。我哋下個禮拜再見。